韓國人氣組合 Double S 501香港舉行首個演唱會，五指台上施展渾身解數，氹盡全場6000多名 fans。韓國人氣組合 Double S 501呢日嚟到香港開首個演唱會，忠實嘅 fans 又點會錯過呢個千載難逢嘅好機會嚟支持下偶像呢？等咗半年 ，Double S 501首個亞洲巡迴演唱會終於嚟到香港啦！超過6500名嘅 fans 將等待化成激情，呢一晚喺 show 上面全部釋放出嚟。當音樂響起，五指由半空而降，全場 fans 興奮大嗌，兼手持代表 Double S 501嘅綠色熒光棒，隨住音樂不停搖擺，全場變成綠色海洋，認真壯觀啊！香港嘅 fans 咁熱情，令到五指都使出渾身解數去到表演。呢次香港站曲目嘅安排同之前幾場有啲唔同，成員許永生帶嚟全新嘅獨唱表演，而朴正文仲入鄉隨俗，苦練廣東話，演繹張國榮嘅名曲《追》。而呢一次係五指05年成軍以嚟第一個亞洲巡迴演出，所以佢哋都特別興奮㗎。홍콩이 사는 첫 번째 콘서트인데요. 이렇게 여러분들 완성이 돼서 저희 더블 S 오게 정말 기쁘다는 말 드리고 싶습니다. 홍콩에 계신 여러분들 저희 더블 S 오늘 이렇게 찾아왔는데 어때요? 역시 홍콩에서 콘서트 하길 잘했어요.演唱會之後，五指會繼續留喺香港幾日，事關佢哋將會喺14號出席一個網站舉辦嘅頒獎典禮，預計會喺15號離開香港。而香港站就係 Double S 501 09年最後一個演唱會，出年1月佢哋將會去到泰國繼續巡迴演唱之旅。